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花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2，耶利米哀歌5章2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互阮活转归你，阮就活转。求你换新阮的日，亲像早时一样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活转归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是慈悲怜悯阮世间人的天父，你亲像老爸疼痛失迷的浪子，明日在听候阮活转来归向你。主啊，阮伫生活中有时拄着坎坷，互阮绊倒；有时失措跌到迷路；有时我靠家己显出骄傲。主啊，愿你帮助阮清楚家己的不足，也谦卑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互阮知活倒转来归向你，互你换新阮的生命。重新过着靠主来得胜的生活，互阮亲像早时的大笔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，拢活倒转来归向伫伊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